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初3，提多书3章5节安尼讲，伊就救咱，毋是对伫咱所行的义，是照伊的怜悯，对顶头生的死，甲圣神的换新。三个来祈祷，照你的怜悯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然圣洁公义，用光来光照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怜悯甲慈爱，佮用无比的疼来疼阮的天父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活倒转，互阮通看见家己的软弱甲不足，无掠做家己所行的是好，互我通知影着谦卑。阮的上帝，阮的石盘，阮所投靠的，主啊，你清楚爱阮知，阮无人通因为所行的来得到救，就当阮全然放下家己，将生命的主权交予你，你就救阮，毋是对伫阮所行的，乃是照你的怜悯，对顶头生的死，甲圣神的换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照伊的心意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